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侪位的议员，上午前往安南区祝福新当选的模范父亲，分别颁奖原住民父亲的得主林明国，甲竞选父亲的代表陈安，场面温馨。由市府原住民族委员会推荐的模范父亲林明国，对花莲到台南来定居，本身是知名的棒球选手，伫棒球上有真好的成绩。退休以后，嘛伫个球队来担任教练。那林明贵先生呢，是非常优秀的体育选手从国小呢就在这个花莲棒球队训练有成，是一个取得国际教练执照，在当时候是非常难得的体育教练，也是棒球选手。所以经过区公所的审查，成为今年度的模范父亲呢，实在是实至名归。离竞选爸爸陈安事业有成，曾经担任正统鹿耳门新武庙的主委，甲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秉持热心公益，伊嘛谦虚的表示，家己会搁再努力为大家来服务。虽然是迎接这模范父亲来讲但是就是我一定爱去加强服务社会的精神安尼。那我们台湾市议会特别来以之呢表扬，让这个呢模范父亲能够的事迹呢，让大家广为宣传，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议会甲区公所除了搭红饭来祝贺，并且递赠纪念品甲奖牌，5大类的模范父亲，包括勇者爸爸、大树爸爸。还有原住民、甲自强、竞选爸爸等，将伫8月6号接受市长黄伟哲的表扬。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